面對智慧機器人未來將取代人類工作，台灣游泳池歡樂科技公司的霸權競爭，恐驚誕生機器人反抗比人類更加聰明。對此，經發局長順勢回應，台灣自產排除紅色供應鏈才當減低風險。當然，歡樂歸歡樂，因為中央確定以沙崙、六甲工研院以及柳營科技園區作為核心，要打造南台灣上完整的智慧機器人產學研中心，嘛互議員游泳池相當關心，詢問相關推動進度，期待台南產業金三角的高科技發展對展門區的幫助。今年呢，4月份呢，佇沙崙遮呢，咱國家智慧機器研究中心呢，咱嘛揭牌啦吼。但是咱最近呢，5月19，咱六甲智慧創新呢研發中心呢，咱嘛已經佇這個所在呢啟用典禮啦吼。所以從去年7月初3到今年4月初10到這個物件對19啦吼。咱當時要伊講預計呢18-16年要來啟動工程的招標作業啦，這時間會足久的。我聽市長。家己做報告吼，多謝議做的關心吼，這3個所在攏是最重要的。其實阮柳科3期已經在進入報編的程序哈，預計到年底就會完成。那上重要是人才甲技術的問題，攏在迄個沙崙甲六甲這邊攏已經入來進駐其實我們要啟動，就是在明年的部分就慢慢的廠商會進駐，然後有一些技術的開發跟人才攏會逐一的進來。另外，議員嘛講，統計台南市廢棄石棉的厝下程度，有完要5萬棟，包括土木場甲風災過後一般加戶的申請案件。不過，伊目前規定每一棟只當處理1000棟的速度，歡樂愛當時才會當清完，要求環保局加速作業，降低對人體甲環境的危害。台南新聞，阮子林英光採訪報道。